美国总统川最近批评联准会主席鲍尔冲击到市场的信心，支持川搁再表示讲未甲这鲍尔洗头路，而且呢，这关税降温的信息，让市场变加真有信心，连带影响到23大股起845点。不过，这市场也出现到这股市和汇市分开行情形。专家表示讲呢，是因为这美国市场起起落落，市场甲这资金抽走的关系。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真侪届批评联储会主席鲍尔，佮讲要改开除，引发金融市场震动。美国时间2日，川普向改变态度，出面解释表示无要改开除，伊是强调即嘛是降利息的好时机。No, I have no intention of firing him. I would like to see him be a little more active in terms of his idea to lower interest rates. This is a perfect time to lower interest rates. 加上川普最近放出关税降温的信号，互金融市场好亲像更有信心啊。道琼工业指数反弹超过1000点，美债甲美金也对剧烈的震动当中回稳，诱动台股23大盘就跳空开悬，冲起哩19000，一路上升，将中尾盘前日来有悬，指数起845点，收伫上悬19639点，创下历史上第2悬的起的点。电子股也是振作起来。 台积电开盘853块，收盘873块，起57块。 信心这个稍微一回复，资金回来就是点火这一些股票啊。今天的指数大涨了840几点，有一半以上的一个涨点，其实都是台积电所贡献。市场投资的情绪改善，23下晡同款开红盘，日经指数一时起900点，韩国综合指数同步收红。不过相对股市大起，台票的汇率是对昨收盘32.498，起淡薄到32.492。专家讲，因为美国市场波动上大，市场的资金流出来，加上美金相对台票是钱变薄，才会造成最近股汇无共步。活期储蓄存款跟活期存款的年增率下降的情况下，就是让整个 M1B 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。那在 M2 的部分，个因素是在于这个外汇存款的部分。中央银行也公布2025年3月金融的情形，平均的货币总价数 M1B 甲 M2 月增率分别是负0.43%甲0.08%，年增率也分别下降，显示资金净汇出甲放款佮有投资的年增率下降。另外，证券尾部存款也大大减少，显示股市向下修正。市场较冷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